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全民大会。今日下来都是屏东嘅坎南乡，大家看到后背两条河坝，就是东有名嘅东公海。全民大会连2早礼拜到屏东咧采地关心，南方两片对咧下嘅水资源建设嘅计划，用来到某强弱嘅观点，下个其实公民嘅参与也系了解计划当核心有价值嘅部分。不过到底有让我将做得带动爱用嘅公民参与，下个最了解采地情况嘅呢，让我老记到嘅也做得表现了个共强嘅决策之中，全民大会基本要用2礼拜好好咧探讨了个议题，你下眼皮去到讨论嘅现场。欢迎大家转到开会讨论嘅现场，提前为大家绍介来宾。这位来宾呢，你绍介系水利署嘅主笔汪芬璞，汪主笔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抢错。第二位来宾，你绍介系高雄市水利局嘅副局长温永发，洪副局长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抢错。第三位来宾，你绍介系南西东公海保育协会嘅理事主席。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今日绍介系你嘅新态度嘅业嘅博士后研究依然钟景坤。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你，因为你个了解前瞻计划啊，总体嘅经费係累到咧8825億元安台幣吼，咱看了其實了解錢也唔係從天上掉下來哈，其實會透過舉債，用特別預算、特別條例的方式去加碼投資累走。不過現在呢，其實我們國家都面臨的年金都要改革了哈，所以在這種財政其實是不寬鬆的情況之下，要舉債來做這麼大的投資，做建設當然是好，可是如果方向目的錯了，那會不會是多做多錯哈？因為都要看一下，其實底下呢，看到無論係重用也係提供8個債係一年喊卡過，其實看到你下到105年，我們包括中央的負債已經5兆多了，那地方政府的負債已經來到了9000億，所以加起來大概是6.3兆。我們的舉債上限是40%啦，那特別預算又是不受到舉債上限的規範，所以它就是要繼續的借，然後誰來還？就是你個子子順順來彎哈。其實我們講到，在整個前瞻計劃裡面的第2大項，就是我們水環境的建立。因為水在台灣的各項治理來講，都是重點中的重點。所以過去在前2任的執政黨都有針對水，不管是區域治理也好，或整個水的環境，都有增設這種特別條例、特別預算來做，也就是說不包括一般的年度預算哦，不是那種行政預算，是特別加碼投資來做。我們看到在扁政府時期，其實在2001年開始就有10年為期的基隆河整治316億元，然後2006年也有石門水庫，再看到這個我們俗稱8年800億，那後來大家也看到，它預算不斷的在加碼，現在已經來到1600多億來做的這個8年800億的淹水地區的水患治理。到了馬總統的時代呢，2010年也有6年的曾文南化烏山水庫的這個計劃，14年在這個8年800億結束之後，14年又推了一個6年的流域綜合治理，也是660億。好，這些都是透過特別預算來做的呢。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現在的蔡英文政府2017年提出這個8年的前瞻計劃，水環境的建設這個部分呢，就是2507億。其實呢，這2000多億已經是前2任政府所有治水特別預算條例的將近總和了，所以它的規模之大，預算之高是前所未見。但是我們要好奇關心聚焦給一個焦點，就是講，如果這些治水的思維，過去一貫治理的方向，如果是有效的，為什麼現在淹水還這麼嚴重？現在仍然喊缺水。如果它是無效的，那我們沒有革新的進步做法，仍然是沿用過去的，是新瓶裝舊酒，2500億再投下去，又好 mono。大概每天看新聞，強門重信上哈，其實這樣對比起來，這種用特別預算來治水，你覺得在基本上的邏輯，它就犯了什麼問題呢？那特別預算在預算法裡面哦，其實最重要，它有4個那個主要的那個項目，就是其實就是主要是天災人禍或者是戰爭。那第4項才是說有重大的正式改革。那我們看到其實從那個扁政府時代，他就開始用所謂的特別預算來做這件事情。但事實上扁政府那時候我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那時候真的是朝小野大，他想要做一些事情沒辦法推，所以他用這種方式。那到馬政府的時候，他沿用。
那钟老师，我先这样请教一下，就以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政府来做的这个前瞻计划，有没有跳脱过去的治水思维？它是有效的吗？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跳脱以往的思维，一样的，一模模一样样的，一模模一样样的。那就诚如我刚才说的，刚才有关于那个防洪这一块，防洪这一块永远都。大家都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做了这一块之后，另外一个地方又淹水了？那前一阵子我去宜兰那边做了一个座谈，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常常把那个治水预算丢到那个地方之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淹水了。那事实上这是一定的问题，在低洼地区，你哪边的那个防洪做得好，那其他地方就比它条件更差的地方，原本不淹水的，那它当然就淹水了。是，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黄修文黄老师。你觉得用年度这种特别条例预算加码投资去做，会比一般年度的行政预算做是更有规模、更有成效的哈？这整个计划给我的感觉就弱点，就其实这3个部门其实是彼此相关的，然后他把它做的好像彼此不相关，没有联系关联的。对，因为其实水环境改善，你的水资源必然能够强壮嘛。那你在做河川治理，其实会影响到水环境，而且大家自己去看那区域排水，它整个河川环境都已经变掉了。那你河川排水非常的快，你的水资源很难留得住。即使你水是干净的，你的整个资源还是不够，然后整个生态环境还是不好。就是说，这3个面向是应该整体考量的，然后应该是系统化、法制化去考量的，并不是这样个别条例去建筑。系统化、法制化，甚至是要全时都要来关心。就历史应该觉得强门哦。其实讲到这个前瞻，如果有人一头热，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后代，将来就会直接反映在他们的所得税要加税、要加征课税，那个都是压力。你看前瞻计划里面，先告诉你，老天都对我们不好，给我们极端气候，好，先怪天哦。然后第二个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更向上游找水，或者向地下找水。这次里面是告诉你这2个。那对于水质这件事呢，虽有提到，它为何不明确？因为不好意思讲一句啊，环保署就没有提计划进来，我哪好意思明确？第二，我现在如果提很明确，代表行政院授权我水利署可以去调度指挥这些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听起来也应该是这样，不错、这样是会最好。可是好像不是，可最后这个成绩的成败，却又要我水利署来对子孙交代。然后上头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务员说，以后这个就是我负责调度的，我现在就把名字放在历史上，让你们告诉你我负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不如就给子孙一个答案说，我8年内，我们可不可以把30年来我们做不到的，把一条河川弄干净成为水资源哦，不是弄干净好看而已哦，弄干净成为水资源，子孙就可以以后知道说地面水取之维护不易，他才会更加珍惜。现在不是，现在是高雄市的人，他会觉得说取水资源很简单，只要炒一炒，然后就到山上去盖水库，盖不下去呢，然后就变都市跟乡村的人互骂。说你们为什么挡住水不给我，就变区域的战争。然后呢，东港西这边明明有水可以用，但是变脏了。高雄市政府说啊，能给我们最好，但是呢，就要出点钱，跟我无关。自私也变成了整个政府里面各部门以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如何前瞻？所以其实前瞻涉及到你政府的心态跟组织的微调整，大调整也都别谈了，微调整。加上可不可以放下这不是我的全责的这种心态？是。好，那我今天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特别责怪水利署，因为他去承担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赋予他权，却叫他有责的一个位置。但是水利署的确也可以宏观的提出论述，只是这个论述，我刚才讲的，要站在总统的高度宣告，所以我们会提出说，那么总统愿不愿意宣告一件事，拿他故乡的东港溪，成为全国第一个。8年内让它减费8成或9成，然后成为大高雄每日可以有80万吨的一个干净水，这样我们省下了去建一些水库，告诉子孙，虽然我跟你借了钱，可是呢却给你省了这些钱，而且还让你有永续的河川。然后我们宣告8年后第2条、第3条，全国的好几条河川渐渐恢复原貌，你觉得子孙他会高兴吗？高兴。
他会觉得这个再举的值得。是，因为讨论了解水环境、该大草到建立到规山都会一步去年内个重要个关键，所以就讲到了解国家个经费。到底有花在刀口上么？承接到上个礼拜，你都讲到，其实了解水资源要好好的分配利用，最重要个，先为了解，你有几多水做得用，还卡你需要冲洗机，你也需要跨铺费，你也系动艰困的事情，艰困的事情用前瞻来挑战来解决，合理吧？你咧透过下部个样片，过来继续深入讨论。杭州闽南界四善堂是也非常好，虽然国土强200人共产体，不过多善堂还不会出产水，本了解草田五谷种群众的心智。这个水啊，就按8年的古江水，不按处理了可能有枪，咱们枪，所以咱们难。四善里và Lô Nông Hải水位是竟然做得新高度把共产国嘅善堂，就做得见证地下水量又极丰富，总行见面都捞起群众去补。好像神农水呢，俺都经过俺那个朝天五谷强的五谷芽，同俺那个加持高的，今目前呢，佢都已拿嚟用。旁沿水江虽然细，不过冲冲救救，旁沿嘅汽水站就照顾很卡动人咧。都有每套嘅建筑危险，太数嘅主料汽水站，从日本数额都开始启用，六推嘅高压抽水机，大推仍然做得抽2万吨嘅地下水。包括伏流水可以一天差不多有10万吨，差不多有10万吨的水啊！10万吨，它现在因为它抽到平顶净水厂去做一个净水净水之后再供给我们大高雄区，也就是北高雄这一区的民生用水。以前自来水公司他们其实缺水都是靠地下水，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其实应该是广泛的去寻找水资源。其实湖流水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地下水强力上处理成本，不但强民生，各种工业、商业嘅使用频率也非常安泰。故乡种发几种虫毒，就有10里界从安用界地下净水江。这11口井，从民国101年到现在105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进水位都几乎维持没有变。那动水位呢？它启动马达抽的瞬间，它其实也都不会超过1米，都是非常的没有造成这里任何的水文的困扰。群多嘅地下水，实系沙都会用到，用强度也系污染，也系冇管理，可能都系危机。为好好利用批用水源，就应该先地道运用的管理。地下水肯定係環境嘅最後一道防線。迄連地下水也污染嘅話，俺的生態環境都萬劫不復啊。所以俺因為講使用地下水前提下，你講要優先有一種個口號嘅調查啦。其實全台灣有120幾個工業區，那其中新的工業區，我們能夠知道它所謂用的地下水是多少，水權量是多少。但是老舊的工業區有87個，現在數字是不清楚。那你數字不清楚，你怎麼管理？因為地下水是要管理，也是切莫管理。前站嘅水計劃係整體計劃，該為管理麼呢？一般的想象，前瞻是要做非常有挑战性的，甚至需要超前部署的。明天的事，今天先做起来嘛，好，大家这个文宣口号。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呢，有什么样的水资源的一块是你挑过唔了解、唔清楚解，其实就系地下水江，还有地下水该运用。由于从你个屏东平涌提起，你地下水就是非常重要嘅救命水。你透过你系最新的水利署来。李亚平所揭露的资料，看到其实啦，你所有全台湾227个工业区啊，工业区大家地嘛哈，这个用水量是非常安泰嘅。了到工业区嘅用水，到底政府部门又好好掌握吗？你看到，其实全台湾127个工业区。被了解它的取水的量，它使用水的调度情形，只有其中比较新兴的40个工业区，其他占将近6到7成的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旧的工业区，包括像六轻啊这些等等，有87个，它的打的深水井来抽水使用的水井的数量，它核发水权的总量，注意是不明。
不明就会带来一些不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水用到哪里去了，你在后端的调配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水井因为地下水洞强离嘛，徐线它没有什么要再处理或者静置的成本，很干净，抽出来又凉又干净，马上可以用，农民也用。工业也有用，可是我们的管水单位到底知不知道被用到多少？我们来看到全台湾的水井现况的统计，这是水利署最新揭露的资料。看到其实14个县市有地层下陷的问题，但是呢，这是还是回归到地方政府自治的权限，要由地方政府来启动这样水井的申报纳管。所以纳管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行政、很公式化，可是必做不可。国的很多其实在云林彰化已经有统计确认了，哇，它的井口数我们来看一下，个十百千位。千万是25万口井哈，其实光是云林地层下陷不是最严重吗？其实那时候在数据资料上的显示，全县境内有10.5万的地下水井，只有1600口有合法申请登记，那也就是说不到1/10耶，其他的9%都是在黑数里面。在这个前瞻总计划里面，其实水利署是在水环境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头者、先驱者，需要做很多的整合工作。先来跟我们谈谈这整个地下水资源，还有我们地下水井的抽地下水的这些深水井，在纳管也好，做调查也好，你们的困难，还有你们其实也可以谈谈你们的企图。你台湾呢，跟你台湾发展有关系啦哈。你40、50年代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水库蓄水的设施它 sell，所以那个时代大概都比较多取用自来水，这地下水。是。当然习惯使用之后，大概到目前。地层下陷比较严重的云林彰化哈，其实这就凸显过去的行政规章底下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将来我们有比较更前进的修法，或者是将来也有母法依据，是，现在就是全部纳管。对，只是我刚刚讲的重点，其实所有就是法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等到前瞻了，我们去年水利署就已经在水利法修正案里面已经把这个主要的工业区的大用水户的这个部分呢，未来的开发案我们都必须要提报这个用水计划书的一个审查。所以你们对这个数据都要清清楚楚。对。其实我们的赖署长也有提过哈，其实你们治水的这个或者水环境整个营造的3大支柱：管理、法规跟建设。建设是压最后，管理是压头前。所以呢，刚刚讲到说，其实你们的计划就是要做这全部工业区的纳管。当时署长是讲，其实从现在开始，预计3年内可以全部纳管。那我的问题是要请教您的，就是说，不能3年都有最基本的数据都建立好之后再来前瞻吗？我刚刚就跟大家报告，前瞻跟这个，也就是刚刚法规事实上建制不，我是觉得应该就我们平常该做就来做了，像我们跟县市政府都是平常该做的就来做了，并不需要非常多的经费，而且都有编，事实上它是非常多的行政作业，因为它会跟权利义务跟法规有关，所以这个放心，我们一定会来持续做。像高雄市政府，它事实上在这个水井申报纳管这一块，它已经开始在做了。好，那我们不一定是要严重地层下陷地区哦。像市政府，它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我想地方政府跟中央针对纳管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有共识，而且积极在做。谢谢主秘的说明。该邱总管是该对强文哈，细咬细件都走资料的盘查普查。那前瞻是不是也应该等到这些都做好，你有马该捆翻呢？在我们美浓地区还有8口的要新设这个深水井，这个部分农民反抗的很严重，因为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净水哈，就是我们地下水这么干净的水，我们输出之后，我们是换来的是这个工业的就是空污的问题。新设的深水井是要拿去做工业使用，就是高雄市政府它报给中央的这个新兴的这个工业的计划书，用水需求量还在成长中，但是我们其实整个高雄市的这个用水已经很紧，而且就是我们会看到台塑有13口井是地下水井，那中油也有19口的这个地下水井，这些地下水井都是没有收费的。那为什么？没有水表，对，没有水表，也没有收费，对。那没有收费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在未来的这个水资源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引导这些工业是可以往再生水厂？我们看到前瞻计划里面已经提出了，就是要用再生水。那再生水也是联合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标，2030年他们以这个为目标，就是要大大的提高。他如果有源源不绝的地下水可用，他就没有用再生水的诱因了。对，就是没有这个诱因。那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把整个水权
这个水整个先纳管的话，我们又要贸然的去开发这个就是深水井，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放在前瞻是不合理的。而且为什么工业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私设水井，但是我们地方政府的手段可能是去对农民来这个查核开发，可是我们农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我们在生产粮食，可是这些耗能的这些工业贡献我们的是空污，我们觉得这个部分在社会这个推动上一定会产生很强烈的这个城乡的矛盾，所以对于缝合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样子，原来水怎么用哦，还会产生在地方上工农的矛盾，那甚至是决定一个国家它的产业发展的前瞻或者是趋势。好，我们再开放地方的乡亲，然后整体乡亲的题目，我再一并请副局长来回应。还有乡亲朋友的反映的吗？抢 cash 哦。主委你好，来讲水爱污染爱处理无？我会记得讲，我做囡仔的时阵，阮伫这条溪咧饲鸭，阮拢用溪水。迄阵老人是大人拢讲，水若咧流就无毒啦，就会食一下。阮迄个时阵，阮是用迄起来咧煮饭，兼兄弟伫这外口，伫这咧安尼伫遮咧生活。是安那？即阵会袂食一，佫会食落。你讲爱处理有需要无？有法度通处理无？我过来比较讲，咱高雄有2条，爱河。伫阮做囡仔时阵，去伫遐时阵，可能大家若去遐，大家嘛知影讲，去爱河是拢闻着臭味。兼马祖港桥，伫前镇到5家这个马祖港桥这条，是拢爱走，所以嘛是足臭的，对不对？主委，所以这个水利用个水污染一定爱走，而且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讲，起码政府推那么大的前瞻计划，都这个部分一定要具体来好好处理就对了哈。对，好，先谢谢主委。讲钱偏多偏少啦吼，有需要无需要，该大家讲有心人咧做安尼啦。对，至少要做对，做有价值。谢谢主委，好，感谢主委的发言。还有乡亲朋友也要提问的吗？这位小姐你好。好，现在目前我们东港溪的港溪抽水站抽了，现在目前最保守估计在枯水期的时候抽了60万吨供应到高雄。那但是它是用了30到35万吨是做工业用水哦，它还不是用在民生用水。那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搞不好它可以提供到80万吨。如果它在水质干净的前提之下，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前瞻计划它是应该用在水质变干净，而不是用污染的水，然后再提供给高雄市民。那高雄市民他们听说了哈，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到2015年的时候，自来水公司它有发布一则新闻，他说以后未来东港溪的水源引用到丰潭水库之后，要20万吨提供给民生用水。是，那以后高雄市民喝的就是屎尿水。所以我们希望哈东港溪它可以透过前瞻计划水变干净。那刚刚其实水利署的主秘有提到说，工业区的用水。它未来的用水计划，它必须要纳入管理。可是它现在的工业区的用水就不用管理吗？那它的那个水权，刚刚其实就是爱乡的那个邱经纬邱总干事他有提说，现在目前的工业区用水都不清楚了，那还要叫我们东港溪的水拿去给高雄用，工业用水，我们的水是要用来民生跟保跟这个救命水的，并不是要拿来专纯做工业用水的哈。以上。谢谢这位公民的提问，因为它是一连串的循环哈。地面水、川流水被污染了之后，我们人也没办法用，所以不得不去抽地下水来使用。地下水一旦混乱的使用，抽光光了之后，后来还反馈到全民，全民是在干旱的时候也无水、无救命的备源水源可用。我问题请教我们高雄市的副局长，工农上的产业矛盾，这个抢水大家抢成一团。到底在前瞻里面，地方政府是寄予什么样的厚望？你们自己来提计划，自己来提案，你们会怎么样的方向来做呢？第一个，在东港溪的水质改善的部分呢，我刚才有提到，那第一个是它是我们的丰湾水库的水源头，所以这个部分呢，高雄市政府，我想我们会到跟中央的环保署跟相关单位一起来努力，看怎么样来改善这个部分。高雄市政府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把置身于度外。对，是得力单位，所以也要一起来努力。好的，那。再过来啦，刚才很多来宾有提到，就是说有关我们的一个水源的部分其实在多元化水源的供应的部分呢，高雄市政府是一直在努力。那我们高雄市
这边我们也是地方的领头羊啊，我们完成了现在在办理凤安溪污水处理厂的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的这个计划。那目前呢，我们也完成签约，厂商也在施工中。那预计在107年底啊，大概我们先会完成2.5万吨的这个再生水的供应给公益用水使用。那中期它会有4.5万吨。那另外的临海污水处理厂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同时在规划。那配合的再生水的供应呢，初期也有3万吨，中期也有6万吨再生水的一些供应。刚才也有提到前瞻计划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误解啦哈。那我这边是不是也容我在这边再做一个说明？你请说。其实，在那个我们的水环境建设计划里面哈，刚刚有提到一个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以魅力水岸与水共生、共荣、共存的部分作为目标。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这个计划下呢，我们市府水利局，我们当然也有规划的一些相关的水环境改善计划。举例来说，我现在以宝珠沟，我们是高雄市那个市区内的一个宝珠沟的一个这个排水改善。那我们这条排水改善，我们除了把我们的护岸混凝土护岸把它打开，变成提线调整，让民众可以有清水之外，那我们也其实做了一个污水的节流。那另外，我还有必须要再做说明的，就是说，在水环境改善的部分呢，其实在我们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其实在配合流域综合治理计划，还有上期的易淹水改善计划里面呢，哈。我们在陈市长的一个主政之下，我们这10年来大概也完成了大概12座，在他任期内完成，我们会完成14座，大概有300万吨滞洪量的部分。那在前瞻计划里面呢，大概我们有规划了3处的滞洪池，可以滞洪量达到170万吨之多。听到这边，我发现其实，在高雄市，以高雄市来讲，地方政府对于当地区域的水治理，那当然也是专业，所以他们往上提报，他们有这样的自信心，是要把他们整个环境都来做好。先挑个哈不该补透养偏，从美浓溪的这样子公民参与跟治理的案例来看，到底在地人对水资源的环境了解有没有比台北办公室的水利专家学者们来提供不一样的思维？你都可哈不该补透。高雄美浓喺农村也喺客家族，行卡喺台湾最有名會博太水嘅地方。從民國46年到今，大細細嘅上水事件，差唔多會有100擺咧。講到民國80年左右啦，印象中翻嚟的左右，到民國80年左右，佢都開始對一個美濃河嘅下游呢個邊都開始做補平啦。做兩個上以後，都比較都冇上水，一個河川處整理過後都過唔到上水嘅人嚟啦。美濃海喺流到總頭以前，有一條水路會行過發嘅田橋。大擺政府推動治水政策，當地居民都會講到呢一片本太水休息嘅地方。也唔過政府頭腦上嘅長喺地方係有風無奈，從來冇想過要用一片片嘅平壤。所有東西都應講下來，冇俾一個地方休息，如果走來去，唔排理咩？唔排理嘅時節，客法都講人講喂。多轉來呀！真是都眼睜睜都看那個太水都水那一地方一年地方一靠出美濃，你美濃種嘅太水都一太陽嚟呀！美濃市區嘅馬祖廟係美濃海支流失蹤嘅所在，也係大擺做太水最嚴重嘅地方。也唔過去博平嘅做法，總係本廟方嘅主事者覺得怪怪。我發現我今年眼呢一廟門嘅話。路眼非常多玩過啊！你因為眼你嘅廟上面咧咩，連弄把條位冇玩過啊！人坐到位看得到，唔看得出，幾件本領硬換呢，邊邊而開唔出嚟啊！最近行政院推動嘅前瞻計劃，要進行驗屍管、中央管河壩、區域排水、流一般海堤改善計劃，還有88處河川景觀養措，按算要用到1100億。蔡天儀嘅意見唔止有機會變成政策模。那我们的水环境的整治还是在用特别条例，那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整个环境整治基本上就是没有系统的做法，也没有理念嘛。那在这样子紧急条例之下，你说要做到公民参与，做到大家心目中喜欢的环境的话，事实上他在赶时程，他在赶他的完成率，那这样的状况下其实非常不利。一直以來，美濃人在蠻好參與公共事務，也唔過20年來，
从林准起来呢，从热情青年变做失望中年嘅人，慢来如下。行政院讲动多半夜，前瞻计划係重要嘅政策，也擺係唔係要為本人失望，大家都等兩看。你看到民农嘅里頭哦，其實地度了解公民嘅那個會議參與嘅進行，到民農其實也有東涌嘅發展，所以也做得作為全台灣東河嘅那個里頭啦。不過到底那個公民參與哦，這公民參與聽起來還蠻高深的哈。那到底公民參與是不是要門檻？你要多高的學問，要多專業的資歷，你才有資格來公民參與呢？還是其實你自己也有你最在地的理解？按問題現我請問現場嘅鄉親朋友，你們關心公共議題嗎？關心這個前瞻計劃裡面的水環境建設跟你們之間的關係？那如果你們想要關心這樣公共議題，你會想要什麼方法？那覺得你現在做得到嗎？我們先聽聽看在地鄉親的意見。我們先請這位先生。那個關於公民參與啊，它的程序其實應該是完整的。哦。從規劃的階段到它公告這個計劃的實施的階段，到它跑程序以及它施工的階段，都應該有公民參與的存在。所以是全程參與。對，是全程的參與。但是我們現在水利署的參與哈，或者說我們治水這些單位，或是前瞻計劃，它都是先把方案公告之後，才跟你說談公民參與。但是我們現在在地的知識，最了解水的這些居民們，以及我們關心的這些外界團體、生態團體，其實在規劃的階段就應該放進去。那在這個階段，應該是合理的來談，把資訊公開透明的，然後對等的來談說，哦，我們是不是這個計劃有沒有它存在的必要性？那你端出來的這些方案，它的優先序列是什麼？這才是我們民間期待的公民參與。那現在水利署他們在做的這些公民參與機制，大部分就是所謂的工作坊啊，還有生態檢核機制，它其實都是在非常後端。那這又造成什麼問題呢？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放在一起，把所有的地方頭人、生態團體、居民，甚至這個工程的上下游包商，也就是說完全打包一次聽，完全一次聽。那這會產生什麼衝突？所有這些利害關係人攪在這裡面的時候，常會有衝突。因為我是包商，我有利圖的圖，我們常會在這個場域裡造成一些衝突。那這是第一個事情講不清楚。對，公民參與的部分在這邊就卡關了。然後再來是說，他在那個後端的這個部分，就是生態檢核機制跟工作坊都是非常後端的。我們其實生態檢核它的目的就是說，把這個工程施作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做一個事前的評估。這個在一開始的規劃階段就應該放出來，而不是說我確定要跑出這條溪的整治的時候才做這個生態檢核機制，已經太晚了。所以同仁意見，你針對現在國家的一些重大公共議題，你覺得所謂的講得很好聽的這個公民參與，常常都是在最後段，只不過是形式上的，或甚至已經到了背書，我有走過這些公開流程，它實質意義不大。它其實只是形式上的參與，只是為這個工程做一個說，我有來做公民參與。前瞻計劃就是這樣子，它計劃都端出來了，跟你說要什麼公民參與，民眾參與在裡面，能決定這些，例如說我們現在在關心前瞻計劃能創造100萬噸用水，但是我們剛剛諸如鄉親所說的，改善東港溪就能創造枯水期就50萬噸的水，改善漏水率就可以創造這麼100萬噸的用水，為什麼我們還要花2500億來開水庫呢？是，謝謝這位先生的提點。我們發現其實順民台肥連連從龍昭利百瑞斗採提快工，就撈出了在地很多不乏專業的觀點。其實這些專業觀點也沒有現在來得及可以放得進前瞻計劃的整體的進度啊。所以大家很美。本來政府部門所提到的這個所謂公民參與的機制，這樣子響亮的招牌，其實沒有真正落實。還有其他鄉親朋友也會提出困法了嗎？大概欣賞。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就是公民參與，什麼東西是公民可以參與的？就是哪一些部分是，就影響到大家的事情，是不是就應該把當地人納入？對。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資訊公開方面。對。就像我們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就已經有一些像是公共的資源會被拿取的時候，那是不是應該在地可能在地利益相關人，或是跟有在地經驗的一些鄉民做一些前期的那些開會，這樣。謝謝。所以公民參與的定義在於真正能夠了解資訊，然後同時也對這個資訊提出有效的建議。中信上，鍾老師，我想請教，在治水或者在水環境資源這一塊，公民參與有它的重要性嗎？
首先真的应该要先那个像在座的美浓啊，还有东港区这些在地的那个组织啊，先致敬，说他们是开台湾的先河啊，在公民参与这一块啊，真的不为过啊。那事实上呢，在公民参与这一块，但是我们从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走了大概20-30年啊，其实我觉得进展有限。那最大的进展有限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还是执着于在于说公民参与意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有2块，一个是终于公民真的要参与决策，这些意见要有效，要能够上达天听啊。对，因为其实这几年我参与很多政府部门的那个座谈会啊，什么，所有政府部门都说啊，你们大家尽量讲啊，我是非常多元的，我是很开放，我是很民主的，我一定倾听，对，我一定倾听。然后最后我收集你们意见，做成一本报告书之后，然后我这边该做的还是继续做，不依据报告书的内容吗？完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2码子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民众参与其实走到现在最重要，我们应该去思维，就是说民众不只是参与意见，他怎么样应该参与决策，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们是切身的利益，是最了解，而且很多是我们中央部会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些的。在推动公民参与的时候，最重要是我们的预算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在提所有的所谓的公民参与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预算啊，你没有预算怎么去做公民参与？但是我们的所有预算通常都是在等到你这个计划核定了之后，我有了计划，然后我开了个标案，找了一个规划公司，然后我才告诉这个规划公司说，好，你有这个预算，你要去帮我做公民参与。可是这样的公民参与，最后的形式就落成像什么，变成是一个说明会。所以这不是实质公民参与的形式啊！我先谢谢钟老师。所以现在政府一再标榜我们台湾最高的价值就是民主社会，所以公民的认知跟参与绝对是政策一个在推动很重要的核心。所以我们都强调要公民参与。那到底是沟通还是告知？我们来看到，其实水利署针对这次水环境在前瞻计划里面也有5大的公民参与机制。第一，促进在地参与。今天在场的论坛的每一位人都有资格，也有这样的能力来一起为政策下一个决定。然后也要加强对外界的沟通。有啦，我们的主秘都一而再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指定公多的窗口，还有重要资讯公开跟强化诱因。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就聚焦在前瞻的水环境建设来讲好了。我请教我们的主秘，小英总统说，一定要透过完全公开跟公民的参与的程度，来让前瞻计划更完善。可是目前看起来，今天所有大家林林总总提出来的在地观察跟建议，有没有办法撼动这个前瞻计划再往下走的可能呢？那在去年我们有12月10号我们召开全国水论坛的会议，事实上那时候有达到15项共识，还有14项的行动方案。那我不敢说全部因为有一些跟民生比较切身关系，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思考。但是有一大部分呢，我们会在这一次的这个前瞻计划里，我们会逐步来做一个落实。所以像这些共识行动方案，有很多都是取决于人民的智慧了。对。那就水利署的立场，我们一定会我们有好几个计划都是沿路下来，就像这个石门，还有真南屋，还有这个淹水，或许不是非常好。但黑养还有一定会继续来听大家的指教了这个我敢，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安全的部分因为法规规定水利署我们还是真的安全，我们还要做最后的把关，所以说可能一些决策没有办法完全让大家能够完完全全的同意，但是我觉得在安全这个初衷上面，我们绝对是秉持。那我请教我们的韩副局长，您刚刚也提到，在这次前瞻计划里面的水环境建设，我们地方政府也根据观察在地的整个水环境的治理，你们现在提出了104件的这个提案嘛总经费好像有85亿元那我想请教，在这些林林总总上百件的这个提案里面，公民参与的程度有多深？你们的模式又是什么啊？以公民参与这个部分来说我以美浓的那个淹水排水改善为例那其实我们在前瞻计划里面，我们准备要提出了像我们的那个山下排水的改善。那其实这个山下排水也好，跟中正湖排水，这是整体改善计划。是。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计划，其实在规划阶段之初，我们到美浓地区也召开了很多次的说明会。那这些的排水改善的部分，当然有我们的专业的考量，那再加上在地民众的一些给我们的建议。那他们最后提出来的改善的建议，会最后放在我们的改善计划里面。那这些计划呢，当然我们实际在推动
规划阶段，我们大概就有提供这个公民参与的方式，做最后的一个初步排水改善做这个建议。那我再举我们最近的一个西周地区为例，在去年的梅基台风也造成淹水。那事后呢，我们也提出了若干排水改善的一些规划的方案。那也在西周地区，我们也召开了很多次的说明会，跟地方民众来沟通，我们如何来排水做改善。那我们也有接受了他们若干的一些建议案。放到我们最后的定案，定案结果都是有效的，是确实可以好好的运用哈。好，我们先谢谢副局长。那问题我先请教黄修文老师，什么叫做前瞻？前瞻是处理最迫切、最艰困、最重要、具有永续性价值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它叫加速的。我们蔡总统说他要加速的来做，加速就是速度加快。所以呢，8年800亿，每一年都有该做的进程，每一年都有进度，时程要做报告，要有压力的哈。那像我们回归到前瞻下来看，它现在已经通过初审了哈。那接下来这个进度可能会往下一直持续的滚动。这个公民参与会不会真的流于或沦于形式？而且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请教黄老师。我一直觉得公民参与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说政府都用客别条例来治理环境，这就是它最大的障碍。为什么？因为特别条例没有空间时间给你听。有一定的面向，比如说有些居民关心的是水环境，但水利说啊，我们这次就要盖堤防而已啊，这水环境不能用钱啊。那居民怎么去提供意见呢？然后你又是客别条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那这个要什么时候开工也不晓得，要不要做也不晓得，那公民怎么会有兴趣去参与呢？我觉得不管公民参与形式是什么，它最重要成功的条件一定就是深度的参与，它提供真正就是长期的互动跟深入的参与。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够用客别条例去做，因为就赶行程嘛。你看一定要落实到一般的。他在做河川的治理计划，他做过，他光是修正稿、草稿、定稿什么稿5、6次啦，就是说人家提完意见之后，你修正完，人家再回去看，然后再提意见，然后再修正，这样才会有深度的对谈嘛。你现在就是一次说明会就要搞定整个水环境要怎么样决定？我觉得做不到。谢谢黄老师的这种铿锵之声啊哈！到底反复的让公民参与是拖累了行政程序的进度，变成无效能呢？还是其实应该透过反复绵密的讨论，才会有精良的好政策？我们来看到。其实呢，在民间对公民参与有5大的疑虑，然后对应刚刚我们看到的5个条例是公府部门他们宣示要让公民参与完全透明的。第一个疑虑是资讯根本不对等，第二角色也不对等。那个角色不对等是在于参与决策，这刚刚我们有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代表讲到，它应该是全程的，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长期深入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在后端参与沟通说明会的时候被告知，好比像我们现在的前瞻计划。那还有呢，代表性，到底是谁来参加，谁来决定？还有讨论的不对等。我们是听你们要怎么做，然后因为他很高冷，跟我也没有很直接可以决定的决策关联，所以后来公民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参与了。还有呢，公民参与跟介入的时机，这个很重要。那请我们我用请副历史总承刘孝生刘理事长沟通，主动的沟通跟被告知，你觉得那个落差是很大的吗？那公民参与在这件事情，在前瞻计划上，其实根本都没走到，系冇呢？欧洲有一条火巴的莱茵河，它流经过好几个国家。是。那曾经呢，上游的国家把水取走了，然后呢排入了一些污水，结果导致下游的国家没有水可以用，然后呢水量也变得很少，水质也变得很差。但是他们经过跨国，记住是跨国不同国家的代表，大家坐起来好好的讨论，怎么样的？哇，那难度更高哎。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影响嘛，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讨论怎么样用水是合理的，那怎么样去控制污染，让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都可以各门其力，而且甚至不是只有饮用水、工业用水，他们还成为一个观光的重要的资源，在莱茵河旁边散步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但是我们大家都了解。前瞻计划它的影响那么重大，可是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来处理？我个人的比喻就是，我们就好像是圣诞节的时候，从森林里面搬一棵
树把它锯断，搬到房子里面来，挂上很多的亮片。法拉比波很漂亮啦。嘿，亲奖，很有亲奖。圣诞节过了，这棵树就死掉了，它的效益何在？那倒不如我们经过一个绵密的而且完整的公民参与的过程，就好像是种一棵小树苗一样，不要疏根最赏分了。灌溉让它长成大树，那台风来它也不会摇不会断。那可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急就章的推出这个前瞻计划的水环境建设，就好比是砍一棵树来放在室内的这种圣诞树的做法，它不是长远的。那我们知道前瞻计划现在它的在中央决策的模式是先框后编，先框列那个预算，然后呢通过以后再来编列那个预算。所以呢，我最后的这个总结，所有乡亲对我们现在前瞻计划水环境的高瞻远瞩，也希望我们国家的下一步都可以无愧对我们后代子孙的交代。我这样子的提问，最后请我们的黄主秘来做回应啊，哈，就是这么大的建设计划哈，先框后编，既然是高瞻远瞩的计划，会有更积极、更改革的做法，来把乡亲、专业河川工作者的意见统整到这个我们全部都不是局外人的这个公共政策里面。要讲说先框后编，在水资源的部分，我想水的发展的部分，还有安全的部分，我们事实上从前都有非常多的规划，事实上都是有所本的啊。那水环境因为这一块是比较能够跟地方能够结合的部分，所以当初的规划上面会比较希望能够尊重地方政府提的相关的案件，我们再来做相关的审查啊。所以它是在水资源部分，我们觉得不管是安全，那当然其实条例本身它针对它要的法定程序是没有减少的，它必须要去环评，必须要做这相关的行政，还是都是要去做的。所以刚刚黄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排除，也就是它有行程上面的，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至少在必须要的环评，必须要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应该是 OK 的。那另外就是说，事实上针对整个的水资源未来的发想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经过很多的讨论。我想水利署本身绝对会 open mind 哈，来跟大家做持续的一个沟通。事实上，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来去做相关的调整啊。但执行的部分，我们还是在执行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这个韩局长所提到的，事实上它有非常多的计划是要到它规划的时候会更精确，然后跟乡亲更沟通之后，针对未来这一块土地未来要走向会更有所本。那当然，周理事还有相关多的建议，我讲非常多的好的建议哈，这个部分我们会带回去再持续跟相关主管机关，因为这个计划不是水利署完全能够做，我们还是会回去跟各相关机关大家再来讨论哈，跟县市政府一起来做了哈。我大概做以上的报告，谢谢。好，今日其实当然非常感谢翁主秘啊。最后简短的时间，我们请周理事来做最简短的回应。前瞻水环境计划如果有大刀阔斧的态度，那么请总统宣告，我们8年后还给子孙一条干净的河川，然后用数位计划来监督这个污染源，用城乡计划来带动这个地方的，譬如保育型的水社区的参与，让整个前瞻水环境计划变一场社会运动。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才会不会浪费这个子孙的钱。非常感谢就历史，所以你前瞻改5台计划啊，这5大计划不应该是分崩离析，是为了要包装轨道而扩充的这种虚泛的建设，而是它实质都要高度密切的关联，才能够发挥重效。你係出面台風基本係累到咧，了解南風提起，連連兩倉兩禮拜嘅時間，好好咧關心呢個水資源到才提嘅觀點，對呢個前瞻計劃到底要提供嚟到。冇強用嘅意見，又做會出面提回對呢個水資源環境嘅議題所做嘅一份心力。非常感謝大家2禮拜內嘅持續關心，感謝大家收看，下日再會。